不過兜翻前面講啦，正因為咧喺呢個虛國上面，大清統一晒，即係佢將個話語權同埋成個虛國嘅主導權就立晒翻嚟之後咧，咁跟住落嚟就開始就係好多時係唔俾裏面嘅人去傾外國嘅嘢，但係咧呢啲人好多時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叫做咩鬼話水泥隊啊，佢哋做咗呢一種角色啊，即係所謂表面上叫做情報工作，但係佢哋嗰啲基本上只不過係嗰啲叫做八婆睇好戲啫，食緊花生啫。你哋都唔知道真正嘅情報工作係點做 ，OK？ 好多嘢你就咁靠表面揾咧，呢啲根本就唔係情報嚟噶 ，OK？ 嗱，咁因為咁樣於是咧，王明就比利仔上台之後咧，佢就提倡一樣嘢，對方越禁閉，我哋就調轉嚟做，就將所有嘢越開放。鐵三角咧，佢哋對於呢方面嘅態度都一模一樣嘅，即係大家可能抹殺咗路德維希啦，即係覺得佢索亞圖就係好享受名譽嗰啲嘢啦。但事實嚟講，點解我會將呢一個形容做鐵三角呢？冇佢都唔得，因為咧喺一啲嘅而家我哋嗰一套咧，裡面嗰啲叫榮分制度咧，係由佢嗰度開始而嚟嘅。咁而呢啲榮分制度咧，係一直以嚟王明係好混亂嘅。咁但係因為佢咁樣咧，就定咗一個案即係例如御林軍事團咁嗰堆嘢咧，就可以定咗個案，咁令到咧個榮分制度咧就開始比較百花齊放啲。咁其實係有一定嘅作用喺度嘅。當初點解從警時間就係話大放特派咁呢啲咁嘅荷蘭水蓋咧，咁啲人叫佢做膠蓋啦，因為都唔係好值錢。但係咧去到後來，即係路德維希佢將呢樣嘢去定咗案，即係索索咧定咗案之後咧，咁就其實開始好啲啦，即係清晰好多。無他嘅作為一個咁弱嘅國家，即係你咁樣將呢啲嘢派得咪派，都怕咩啫？咁你話即使係一個虛銜都好，冇乜實際作用，但係啲人都高興都歡喜嘅。咁係穩住大家啲人嘅諗法即係穩定軍心啦。就希望大家即係當你記得我嘅時候，當你記得呢個膠蓋嘅時候，你又諗一諗其實都唔係完全唔好嘅，咁多個榮耀可以歡喜下啫。咁派呢啲嘢有乜所謂啊？咁不過依家當然而家即係你行一個叫虛擬經濟模式，就梗係覺得呢個係個負擔。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你揾得嚟就使得去嘅啦，赤字呢啲嘢好小事嘅啫。因為短短一兩個月嘅赤字咧，我唔認為話因為咁係好大問題因為以而家咁嘅儲備制度嚟講，基本上你想去破產都難，根本就除非你使錢係使到即係叫做亂咁嚟啫。但係盈希唔係咁樣使錢法嘅，所以相信下啦咁就因為開放咗言論，咁變咗咧就喺嗰個時代咧，大家就開始可以任意去討論任何嘢。其實包括王明事務都可以討論，好定唔好都可以討論。咁亦都唔會受人阻止，或者咧受到即係政府嘅處理啦。咁呢度其實有一件事好似印象中發生過，叫做宋公明事件嗬。即係宋公明係其實即係大清嘅鳳聲即係一啲好舊嘅人物嚟嘅。咁佢嚟，其實佢四圍睇完之後，佢當咗自己係乜嘢咧？好似嗰啲叫衛生幫咁巡查員咁巡完呢度，巡完嗰度，然後就寫份報告咁，就對住呢個地方嗰啲人亂咁噴咯。咁但係條友，喂，你10年20載都唔嚟，你憑乜嘢有種咁嘅權威，我會信服你咧？咁所以先至有咁樣嘅狀況。當時我係將佢個貼下沉咗嘅。佢延興廣場度講嘅，我將佢下沉咗嘅，跟住小雨食咗呢隻死貓，佢當時係延興廣場總督。呢度咧有個背後有件事嘅，咁就係咧比利仔咧事後係親自點名揾我去照肺嘅，我唔知比利仔仲記唔記得揾我去照肺。佢話下不為例嘅，因為佢話呢個地方係言論開放噶嘛。
你點解要做啲咁嘅嘢落人口實呢？咁即使你個人主觀係唔抵得啦，你係真係好唔抵得佢講埋啲咁嘅廢話，但係佢嘅言論你係需要保障啊 OK 啊，因為喺嗰陣時呢，立法嘅概念呢係保障人嘅權利，就唔係呢就搞好多嘢去規管他人嘅。因為而家我哋嗰套法律咧係有少少變質嘅，就係話要搞好多嘢嚟，所謂堵塞漏洞就係要搞好多嘢嚟規限啲人唔好做。但係喺當初咧立例嘅時候咧，就覺得係要無論任何言論，只要佢唔阻住個秩序咧，都可以係保護佢嘅。即係咁樣嘅狀況。咁當然而家玩得太過咁都要為而家着想嘅，即係你玩得太過分，影響秩序嘅話，咁梗係要規範啦。咁所以有陣時有啲例咧，你覺得寫到咁死咧，都冇辦法啦。因為有啲人真係太識玩呢啲法律漏洞，轉空子喺度。咁你作為一個領導，你點樣去做咧？點管理咧？咁呢個好關鍵噶嘛。咁所以啲法例點解寫到咁死板？你唔好怪政府，真係有陣時有啲嘢係無可奈何嘅啫。咁除非你去到你好有信心，第日你上台嘅時候，你比起橋上島可以做得更加靈活嘅，咁你咪可以改下咯，係嘛？每一個年代都可以有唔同嘅選擇 ，OK 咁當然唔係而家啦，而家人哋上緊台嘅，執緊政嘅，除非你俾到個好意見，佢又覺得可以接受嘅，咁你咪去咯，係嘛？冇所謂嘅。咁於是乎就永禧時代咧，就將呢個虛國傳媒中心嘅地位咧就趕扯晒，即係佢唔中意大治時代嗰一套，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嘛，樣樣嘢都要覺得要自己嗰套咁啊，將大治嗰啲商股市集嗰套諗法甚至乎係即係報紙傳媒嗰扎，佢覺得都唔係佢哋嗰個文史風氣嘅一種標榜嚟嘅，於是乎踢晒出局。咁王明就照單全收，全部將外來嘅嘢全部收翻晒翻嚟所以咧去到後來點解永禧時代白少話呢度係個廁所咧咁？我話知你啊，你咪話我廁所咯，臭又好，香又好，總之我淨係見到咧呢個廁所好多水泥隊嚟用啫。OK 咁你就明白啦。呢啲咁白痴嘅講法咧，就只係會出喺白少呢啲口度嘅啫。唔識管理論壇嘅人咧，就喺度學人講咧，對方係點咧？呢個好明顯喺心態上咧係一種怯懦嘅表現嚟嘅。如果佢係有本事有能力嘅話，佢唔需要用一種咁古怪嘅手段去觸發到呢個後來嘅稅和事件啦，即係端和事件啦。但係呢樣嘢呢，我諗到而家啲人冇人敢提，因為一種習性就係話少卿叫你哋唔好講，你哋又唔講但係呢，咁係令到好多新世代嘅人呢係受到壓迫。OK， 即係你又唔俾佢知，佢問你又唔講而呢個世界又發覺係好大嘅時候，你又固步自封，咁之後會點呢？你可想而知個後果就係本來好興旺嘅地方10年啦，而家變成點呢？真係10年河東就10年河西。當年取笑王明係一個小丑式嘅造作咁但係而家繼續運作嘅10年之後繼續運作嗰個係邊個呢？更加健康地成長嘅又係邊個呢？所以每一樣嘢唔好諗住話去扼殺亦都唔好諗住話自己可以扼得到自己，就係話你可以掌握到係永世咁掌握，唔係呢回事嘅話，唔該就去學識放手。其實王明一路恥笑任何國家即係你可以係咁睇，但係我又覺得就係推動緊每一個人去點樣去諗事情，唔係純粹單一主觀去自己諗自己嗰一套就叫做係為呢一個虛國圈着想。點解我哋嚟到呢個世代開始要變通嘅就係話，論壇雖然仍然有佢嘅市場，但係佢嘅市場風氣已經唔似以前咁樣，可以咁自動調到啲人入嚟或者係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唔得噶啦，因為佢哋所牽涉到所睇嘅市場已經唔係你呢一套，即係以前話建立人際關係
利用呢一個關係底下去建立一個新嘅國家呢，或者仲得，但係而家係唔得噶啦，係建立唔到噶。你會發覺海島係一個好例子嚟噶，海島其實有即係叫做話雙頭馬車，各走各異啦已經。有啲人嘅諗法唔係咁，佢寧可就係你搞翻一個中壇仲好添。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啊，都仲可以維持到呢種風氣啊，咁所以先至會去繼續咁維持。嗱，佢就面對緊好似王明喺顯爺時代咁樣啊，所以變得好矛盾個狀況。但係唔緊要㗎，矛盾咪矛盾咯，因為你唔難保一樣嘢，你喺邊一年邊一月邊一日會突然間有個嘢有能力嘅人上台嘅時候，可以將呢樣嘢整合呢？等㗎啫嘛。只要你堅守一個信念，你維持得到佢繼續，佢個傳承係可以繼續，咁就得噶啦。所以你話如果以一個咁樣嘅虛國史嚟講，王明哇變態22年啦，仲可以咁樣去咁樣傳落去，咁係點做出嚟呢？簡單啦，你有一個你有一個守信念嘅人，繼續仍然存在喺度，佢堅守緊呢一個託管人嘅一個承諾，咁佢咪會繼續咯。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唔好借呢一個地方搞一個山頭主義去另立自己嘅一套，即係所謂另立自己一套，即係話你自立門戶唔緊要，但係你要自立喺呢一個地方，即係呢個國家嘅旗下，而唔係你自立咗掟咗出去之後咧另一套，完全冇傳承嘅，完全唔係嗰回事嘅。咁呢個就係完全係叫挖角啦，當然即係以前大家成日好驚嘅，即係啲虛國好驚嘅嗰一樣嘢啦。不過好諷刺嘅即使你即係當時建立咗十幾廿個國家，十幾廿個國家裏面好多常駐人口都係同一個人嚟嘅，即係都係嗰五六個國家裏面同一個人不過可能呢個 A 壇就係丞相，B 壇係皇帝，C 壇就係因為佢哋自己搞死嘅咋變咗個。你既然其實嗰個力量咁弱，就偏偏你要分咁多嘢出嚟，即係好明顯就係大家根本都唔同派系，你夾硬扯埋一齊嚟講啫嘛，係嘛？扯埋一齊嚟講聲稱係統一，其實根本都駕馭唔到，所以咧行得2-3年就崩潰啦，開始崩潰啦，冇計啦，咁就真係嚟到呢刻咧，希望就係大家話做一個比較理性啲嘅人啦，有時即係唔係所有嘢透過權力鬥爭就可以得到嘅，反而就真係你係有一啲務實嘅嘢去吸引到人，覺得佢留得住，覺得呢度係一頭家。一頭家意思話，喂，兩個人生活緊有爭吵嘅，咁有嘈交嘅時候，你唔好諗住話下下都攞皇帝老子出嚟達人 ，OK？ 呢啲關係冇意思嘅，反而係話你係從一個討論嘅性質，即係真理越辯越明咁成日話。講唔掂數，咁咪攞理據出嚟咯，就唔好就講唔掂數，跟住發爛渣就亂講嘢，唔知講咗啲咩，變成咩人身攻擊嗰啲咁嘅嘢，無謂做唔到嘢，亦都唔知道你可以為呢個地方有咩影響力，做到啲咩效果出嚟。作為一個領導呢，亦都要顧及下就係話，你喺你行事嘅時候都要諗一諗，你呢個決定背後會唔會分咗4、5、6、7個問題出現？咁你就要逐個鋪排㗎喎。你真係有信心可以解決到嗰4、5、6、7個問題，咁你咪去咯，係嘛？呢個唔需要話太過顧慮話呢個人點睇，李盈熙點睇，呢個代天子點睇，仆街啦真係！你要睇代天子點睇，我皇帝秘書嚟嘅啫。咁如果唔係我呢，另一個呢，咁點啊？係嘛？所以冇得咁睇嘅，唔需要太過擔心。你有咩唔明，直接講咯。唔掂嘅，直接講咯，怕咩啫？係嘛？實有人同你拆噶，只要你肯開心見誠，真係擺出嚟講就得噶啦。10年啦，咁而家睇翻成個虛國史，即係由大清07年開始計啦，我叫佢做呢10年。基本上
好多嘅資料同記錄開始散失，所以我就好希望就係話啊，既然大家而家咁中意玩回憶啦，一啲嘅集體回憶 ，OK， 咁就不如就清清晰晰地咁去重新將啲碎片組合翻埋一齊。但係最緊要一樣嘢，你係知嘅，你先至好講呢一個話語權係正確。唔知嘅，我寧可你就話我唔知。咁呢個歷史上面就寧願就暫時留白，就唔好因為咁啊夾硬加落去就話啊唔關佢事嘅，又係冇證據。OK 啊，你又講唔出究竟係點樣回事。所以咧，我係期望湊合每一個人佢嘅回憶，然後加翻落去就可以睇得到完整嘅片段，而包括唔單止係國外嘅，我哋黃明本身都可以。如果唔係咧，你淨係靠我咧，我都係一言堂嚟嘅咋吓，我就記得啲咩，我就係睇到啲咩，我有啲咩資料我就照寫落去嘅咋，我就真係咁嘅咋吓。但係我都好老實講，我好多嘢我都唔準確噶吓，可以有偏差噶，所以先至要點解會有咁嘅提倡噶咋。